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7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先来关心议会市政总质询。议员吕维英指出，台南机场是军方甲民间做伙使用的机场，目前除了越南河内定期航班，议员嘛希望市府会当积极开发日本各县市的航班，并且争取更较侪廉价航空来进驻。议员吕维英以日本同款是军民共用的小松机场，希望市府参考因航空文化博物馆等主题来增加机场的特色，以及争取更较侪廉价或者是新型航空进驻，将台南机场作为台湾总基地，以增加国际线的定期、不定期航班来提升载客量。对此，市长表达肯定，答应会甲交通部民航局争取相关的配套优惠，成为主要的转运机场。如果想要这个进军台南的时候，还是什么样的这个廉价航空想要进军台南的时候，它可能是需要一个这个完整的机场腹地。那我们这样的机场腹地，其实某个程度上可以提供给它当做一个主球场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部分就爱望市长会当去邀请一寡新兴的一些这个航空公司，或者说一些相关的国际廉价航空公司，当他们想要进军台湾的时候，其实咱会当相对的来邀请以着台南作为这个基地安尼相对的咱的机场嘛会当有这个发展另外班次也会更多，然后我们台南的旅客这样出国也会这个更加方便啊！你要让他们让台南机场成为他们的主球场、可能主机场或主要驻点的地方，必须要有一个配套，就是说我们提供一些优惠措施。这些优惠措施除了地方政府可以协助的之外，民航局的态度也是很重要。它可以让台南航空站怎么样？对于如果他们愿意把这个主要的转运放在这边的话，那提供什么优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班机要在这边过夜。通常来台南的飞机都是来了以后，然后就走了，当天就走了，所以没调金了就是比较少在这边过夜。在这边过夜就有什么？第一个机组员，第二个维修地勤维修，第三个加油干嘛的，整体的设备。所以我觉得对于机场的利用率就会提高，他就更有兴趣。所以这部分我们会加强来跟民航局来联络。除了机场国际化建设以外，议员嘛建议将永兴路一段拍通到林德来串联两个地区的生活圈，以及将喜寿路151项、民兴路619项，直接探到滨海，拢是有效提升南区整体人员交通，带动发展的机会。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因为市长黄伟哲伫上林短84天，就伫报纸刊登广告宣传政绩，造成一寡民众质疑敢有需要开钱做广告。议员郑嘉欣伫总质询就提出来检讨。对此，市长表示，广告对市政团队敢有加分，以持保守的态度。毋过强调，日后的宣传会以政策，而毋是个人来做行销。议员郑嘉欣伫总质询提出，进前市长黄伟哲上任无到90天，新闻处的4月刊登广告来宣传政绩。这个宣传到底够互人民有感，也是颠倒负面的评价？除了请市长表态够加分效果，嘛要求新闻处检讨。对此，市长表示，以后若是必要的政策，才做宣导，临时个人行销。当我们看到这一张所谓市长90天的政绩是跟曝光率的宣导，那你如果说这个 advertisement 你做出来宣导是有帮助到我们市长市府团队，这当然这个很好。只是说因为这一张，然后而引来很多负评。那像这个的话，那处长，你认为你要怎么来解决这个？是不是下一次会用另外一个方式，还是说，要深入的了解，说是怎么样的 advertisement 你出来，对我们市府对市长才是有帮助的？
据我所知啊，所谓负评，当然我们不敢说一个宣导的这个产品，或者是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要完全的好像都赞成我们、支持我们。有负评的部分，我们会来做检讨改进。但是以我所知，90天的这一波的这个宣导，我们得到的好评跟注意度跟满意度是挺高的。对，那当然我们有一些所谓比较需要再检讨改进的，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来检讨。另外，有关农家伫取消废弃物掩埋场列为自然地景以后，目前41公顷将以文化资产保护法进行地景的保存作业。会中议员具体要求市府后续开辟成生态休闲园区。对此，市长回应，该规划需要甲高雄连接的地景做整体评估，以无破坏自然地景作为原则，开辟成一个新的亮点。台湾新闻阮志林跟采访报道。嘉正嘉兴港山区，而且个联合咨询的议员郭宏仪，上个替民众的生命保障来请命，包括替南关线甲台86线南区沿线的居民争取紧急医疗网，以及提议恁爹嘛爱铁路地下化的建设，避免再次因为冰高道的阻碍，让民众失去第一时间急救的机会。议员郭宏仪表示，南关线甲台86线南区沿线总共28万人口，不过两个地区的沿线竟然拢无急诊中心，对当地民众的紧急救护有真大威胁。所以议员强调人命关天，具体建议市府将卫生福利部的家人疗院甲胸腔病院纳入急诊医疗网。现有南关县内底吼，咱一个中山路122线顶面有2间部立医院。是，家人疗养院跟胸腔病院这2个部立医院，其实都是慢性病的，但是他们是可以用急诊，用急诊急救的方式，是急诊的医疗网可以纳进来，可以去做这样的，可以请我们局长简单说明一下。简单，这2个是特殊的医院那在家人疗养院那边还是有急诊，它的急诊的服务对象呢，大概以身心重症为主了那至于胸腔疗养院呢，里面就我知道的，它的医护能力呢是不足以这个开发一个急诊的这个。目前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未来推动的方向是，这是我的建议啦。其实这2家这未搞，就是咱这2家医院的这个院长呢也要做怎么样的协调，也有那个雄心，人命关天。是。本来1分钟得当急救的，但因为冰高道阻碍救护车救援，拖尾5分钟，互一条生命白白牺牲。议员郭宏仪上午总咨询马以林德地区所发生的危险案例，向市长争取林德铁路马的地下化。对此，市长相当认同，不过因为地下化经费庞大，会当谨慎评估，考虑高计划。台湾新闻阮志林跟采访报道。面对少子化的问题，各地方政府拢推出生育甲托育的相关补助。台南市就以社区作为基础，大力推动公共托育家园的政策，估计伫109年完成设立23位的托育家园。台湾虽然有少子化的问题，但即马公托的名额对家长来讲也是无够。对此，市府推出侪相关的政策，其中小规模的公共托育家园是侪家长的选择之一。伊是将结合着托育中心甲居家保姆优点的新服务，有4个老师照顾12个小 baby。即马台南有2间公共托育家园开始收托，预计今年6月份会有8间公共托育家园。消费局也正咧规划30个人以上的公共托育中心，第一间会将伫北区的光武里活动中心。108年我们规划了有12区。那另外109年也规划了3区，总共有23区的一个这样公共托育家园的一个规划。那我们最近也在北区也有一个比较大型的，那有30个2岁以下的一个小朋友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公共托育的一个中心。那这个部分会在这23区之外，3个点之外，另外再外加。那希望是说，透过积极的从在地的一些空间的活化利用的过程里面。然后设置我们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托育的资源中心。消费局也伫咧各地设置亲子馆，馆内有各种适合亲子共同来佚佗的设施，同时也提供各种转介服务。
提供予家长会当安心带囡仔来遮佚佗。吸引就是缺少小朋友玩乐的地方，因为只有文化中心，但文化中心也没有什么像这种亲子的游戏区啊，所以一直很期待可以带小朋友来玩乐。那里面有一些那个角色扮演的，所以他现在处于这个阶段，所以我会多带他来这边玩这样子。除了公共托育家园以外，家长嘛会当选择甲市府签约的私立托育中心甲保姆。针对着家庭的资源、工课等等的状况来进行评估，选择上界适合小朋友的方式。台湾新闻国博弈采访报道。北区区公所利用半冬的时间，甲在地民众做伙讨论甲规划，并且透过民众的双手，将老旧的立德公园的设施进行改造，成为全台湾第一个由在地民众参与公共政策，并且全家总动员、亲自合作的特色公园。台南市北区的立德公园原本真普通，但伫咧北区区公所的规划之下，获得了侪侪在地民众因全家出动，将原本老旧的公园设施绑上红色的编织绳，提悬甲罐头邮具无同款的辨识度，以及民众使用设施的安全性。区公所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家长可以自己来为小孩子去做这个邮局，让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就跟朋友一起过来参与这样子。当时来参与的小朋友也将公园的涂骹来画出各式各样的图样，描绘出立德公园无同款的特色。就是觉得那个公园这样子涂，就觉得它整个公园就变得很彩色，然后就很想要带朋友来看这个是我们画的。那你们觉得好玩吗？好玩。北区区公所透过安尼计划改造立德公园内底无适合的老旧设施，不但让立德公园变较有特色，同时嘛会当凝聚社区民众之间的向心力，制作相同的编织网邮具。近是社区民众共同讨论了后，对3种已经模拟好的爬网设计图当中，互大朋友、小朋友当投票，发表家己的看法甲意见，经过民主的方式投票做出来决定。咱即摆即个公园其实换啊做真久啊，有一寡较不合使用的所在吼，要来做一个改造。会选择要来做这个神话嘛，是透过咱真侪朋友吼共同来投票决定吼，所以这案是咱的第一个最首选的一个案。完成了的立德公园特色设施，因为是透过社区民众亲自动手做来完成，嘛去用俄罗斯全台湾上界有温度的编织网。因为立德公园距离花园夜市相当近，建议来台南佚佗的外地民众会当安排伫咧共一个旅游路线顶头。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下款节马上带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捷克目前上红的杂技团戏法伙伴受邀请来到台湾做表演，除了首站台北101之外，刷落来演出拢伫台南，趣味又搁轻松的杂技表演，透过镜头做回来看卖。看到戏法伙伴会着滑雪用的用具，做出伫台湾真难得会当看到的特殊杂耍表演，引华国小的小朋友拢看了相当入迷。虽然捷克的表演者甲台湾的小朋友语言未通，但因运用肢体表达出趣味的内容，甲高超的杂耍技术，
嘛互因甲小朋友之间无互动的问题。表演者也邀请市长黄伟哲做花参与表演，互市长嘛体会到捷克风式的趣味风格。今天很开心能跟捷克杂技团来台南永华国小来表演。其实坦白讲，这个捷克人是很幽默的啊，虽然感觉起来北欧民族是很严肃的，可是看到今天的杂技团以及他们的杂技团的表演，我觉得其实他们严肃中带有幽默，但是很开心他们把一些北欧式的幽默，还有他们的一些特殊的杂技，能够带来台南，在今天的2场的表演里面，能够让台南的好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体验他们的这个表演。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多办一些文化交流的活动，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很早就了解不同的文化的冲击跟交流，能够进一步来拓展国际观，这点是我们很开心能够看到的。捷克杂技团4法伙伴将困难技术的杂耍运用伫咧滑雪用具顶头，同时甲滑雪动作做出结合，安尼充满特色风格的表演方式实在难得一见。透过表演，嘛加深了台湾甲捷克之间的文化交流。台湾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日本的金泽市甲嘉贺市是知名观光甲日本传统工艺城市。为了让台南市民更加了解因，近几年来拢伫台南举办工艺展。今年的展出5月7号正式展开，副市长王实施、金泽市长以及嘉贺市长也拢亲身出席展彩。日本的金泽市甲嘉贺市依照日本的传统金箔工艺、人热、嘉贺、有产等传统工艺文化，伫咧世界知名。其中台南的姊妹市金泽市，竟因为保存了完整的传统文化，有小京都的称呼。为着要友近双方的感情，这几冬也拢伫咧台南来举办工艺展。今年伫西门路的百货业者举办第8届工艺展。现场14个单位结合了传统的茶具、火炉、漆器等丰富的器具。7号下午举办开幕典礼，副市长王实施、金泽甲嘉贺市市长也拢亲自出席，为活动揭开序幕。即马伫咧百货展出的工艺展以外，伫咧咱城市的盐埕图书馆也举办金泽图书展，要互民众更加熟悉金泽这个所在。这个同时，其实除了在现场可以看到金泽嘉贺的工艺品之外，其实在我们的盐城图书馆，在现在也有一个活动叫做 Friendship Box。那这个活动呢，在那里也可以得到金泽跟嘉贺的相关的观光啦、旅游的资讯。所以呢，除了来到这里现场来购买各种的商品之外呢，如果有空去图书馆的市民朋友们，也欢迎从那里取得更多的资讯，可以安排一趟金泽跟嘉贺的旅行。这届现场嘛安排了观光资讯的单位，提供当地旅游的资讯。同时，伫咧10号、11号下午安排体验教室，到时阵也邀请日本的师傅现场来示范漆器顶头的雕刻。同时，工艺展期间，民众只要消费，就当得到小礼品，满2000块，也可以当得到抽奖券。有兴趣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5月份爱缴6磅屋税，在税局提醒民众现主时缴费的方式有真侪种。另外也强调，房屋税调降是为1808年7月才开始，也就是讲1809年的税单才有调降房屋税。房屋税调降的问题一直拢是民众关心的焦点，但是因为现在5月份开始缴税，侪民众收到税单的同时，拢有发现今年的税单并无调降。在税局表示，调降将会对今年7月份开始，所以按每年收到税单的同时才会调降。我们的自住房屋就是全国单一自住的话，我们再降税哈。这边就是说，全国家户哈，就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他持有一户啊，就只有一户而已，而且他必须是在本市的房屋，然后供自住使用，然后要办竣户籍登记。假设你都有符合这样的条件以外，那不管你是之前的中古屋，或者是你是新屋，你只要符合这条件，在109年你收到税单的时候，你只要符合这个，我们会主动办理，那你的房屋税额还要再打84折。那假如是说你109年本来应该缴6000块的房屋税的话，你打84折，你就缴5040元而已，所以你就降了960块哦。这是我们台南市除了台北以外，6都或是全国，我们是第2个采行这个措施。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保障我们年轻人他只有一栋房子的人，他的房屋税可以缴得更轻，然后可以让大家
住者有其屋，然后实现居住正义。现在除了到现场缴税以外，嘛会使使用行动支付甲网络缴费。如果无收到税单的民众，嘛会使到监理张甲地政事务所的专功能税务柜台申请。如果是2万块以下，嘛会使到超商印单来缴费。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让家长甲学生会当更加了解108年新的课纲，教育局5月11号将伫台南一中举办课程博览会，邀请45位教师进行45场的说明会，希望会当减轻家长甲学生对升学考试的不安。将要伫9月份正式上路的108年新课纲，因为影响的内容真大，所以咱市嘛特别成立专案办公室。为了让家长、甲学生以及老师会使更加了解，教育局嘛安排一系列的相关活动。当头戏之就是5月11号伫南一中登场的课程博览会。我们台南市在5月11日，会有办一个全台首学关键对话的一个课程博览会。那这是全国首度有官方来办理国小、国中、高中的老师共同来说课、赏课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这个部分我们有15个领域的课程，还有包括一些的综合活动啦、议题融入的课程，然后有45位台南市在地的亮点教师来亲自示范，在108课纲开始之后，那我们的各个课程领域要怎么来教怎么来上课。对，那这次呢，除了这个说课的45堂课之外呢，我们在展示区也会有各校的一些的，比如科技教育啦，或者是生活科技等等的一些的成果在现场让孩子可以来体验。这届的亮点教师当中，就将国文、音乐甲艺术结合的有文化乐课程，也佫有运用科学原理来制作光剑等丰富好耍的课程。到时阵将会使伫课程博览会看到这20个单位。我们在国文课的时候教导学生一些古典的文学，那在音乐课的部分，我们会教学生用一些平板，然后去做一些他对于这个古典文学的连接跟创作。那像学生还会透过表演的形式去再现这个文学。那美术课的部分，像这次我是引导学生，我们先练习一些传统或是现代的水墨的技法，然后他们再把他们对于这个古典的，比如说元曲的感受，去把它绘画出来。譬如说像这个景框，就是学生他自己用水管去做设计出来的一个大的景框，那他们是在描写这个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那个夕阳西下的感觉。那学生呢是透过这样子的制作，然后把它变成像这样子的景框，那他们自己用了很多元的艺术的形式去再现这个古典文学的作品。这支光剑呢，是想要让孩子了解电路的原理。那很特别的是，这些光剑看起来它是不会亮的，当我们把它握在手上的时候，它就亮了。原理是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2个，一个正极，一个负极。那我们来教导孩子说，不一定会触电，但是你一定要同时按到火线跟地线。这个原理就是这样。当我们只摸一边，它是不会亮的；摸另外一边也不会亮，只有同时嘛按下去。人就是一个导体，经过正极、负极人的连接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光剑了。这场博览会唔仅是台南各级教师教学专业的交流，也是希望减轻家长的无放心。当天除了有45场精彩课程以外，也将会准备侪侪奖品会使摕，嘛欢迎民众多多来参与。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今仔载是乌阴有时在温的天气，温度22度到27度，落雨的几率有2成。海面冰风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5月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全，咱再会。